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的艋舺，今年1月发生一件掠人卡油的案件，当时有3个员警入去一间建设公司要来调查，这个公司的员工赶紧把铁门关落来，袂互警察入去。结果其中有一个警员，就互关伫个玻璃门甲铁门的中只有1公分的空隙，讲关40分钟久。这个警察叫建设公司爱开门，但是对方讲铁门开去了。一直到消防队赶到位要来硬叫，这个建设公司才甲铁门拍开。即摆重点来了，讲这个案件，警方伫第一时间并无处理，一直拖26天了后，才甲这个关铁门的员工用妨害公务来移送。这是互基层的员警真不满哦，讲无非是拄到乌刀就手软，要来吃案。铁门打开，铁门打开。3位员警进入建设公司大动作敲门，因为有人报案讲家己一对男女朋友敢若互掠走，互吊伫厝内无法度出来。当时一对男女朋友和头家吵代志，讲到一半，女方感觉气氛唔对，甲朋友讲，员警到现场了后，搁互对方关起来。代志是1月17艋舺分局接到掠人案，当时派10几位员警，毋过公司的铁门煞豆豆啊降落来，3位员警先入去，毋过看到铁门伫要关起来，2位员警先走出来。用棍啊动咧，不过铁门已经降到剩50公分，敢若剩1位员警，想要走嘛无法度走，敢若是用壁仔软交空。员工搁讲铁门歹去，无法度开，警方要找消防队来开门。这个时阵，拄好建设公司就家己把门拍开，只是警方调伫厝内40分钟，第一时间煞无甲人以妨碍公务罪移送，搁拖26天，才伫2月11甲涉案涉案的员工移送法办。洪质疑果然想要食案是上山分局治乱的反办。那因为刚好遇到过年期间，所以说他在过年后就立即到我们分局来说明。那我们也在讯问笔录之后，就立即移送给地检署侦办，没有轻放的一个情势。强调唔是要拖，只是拄好拄到过年，定时拢调咧。这个讲法嘛，互人真歹相信。毕竟员警办案防限制行动是事实，分局煞无积极来处理，嘛无怪引起外界质疑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